上一集我哋講咗 SEO 嘅三大核心，第一個就係關鍵字，但好多人唔知點樣揾到啱嘅關鍵字，結果寫咗一大堆內容，完全冇人睇。今日我會教你用3個免費工具，揾到客人真正會搜尋嘅關鍵字。關鍵字研究，簡單講就係了解你嘅潛在客人會喺 Google 打咩字。舉個例，你開咗間甜品店，你覺得客人會搜尋甜品店，但其實佢哋更多人會打生日蛋糕推薦，或者香港芝士蛋糕邊間好。如果你唔做研究，可能寫錯晒方向，寫咗10篇文章，但冇一篇有人搜尋，白費心機。關鍵字研究要揾3樣嘢：第一，有人搜尋嘅字，確保真係有人會打呢個字。第二，你有機會排到嘅字，競爭唔好太大，新網站都有機會。第三，同你生意相關嘅字，揾到嘅客人要係你嘅目標客群。揾齊呢3樣，你嘅 SEO 就贏在起跑線。第一個工具，你而家就可以用，就係 Google 自己嘅自動建議功能。打開 Google， 輸入你嘅行業關鍵字，例如打香港瑜伽，先唔好冚搜尋。你會見到 Google 自動彈出一堆建議，香港瑜伽班推薦，香港瑜伽課程邊間好，香港瑜伽班價錢，呢啲全部都係真實用戶搜尋過嘅字，免費、即時、零成本。仲有一招，碌到搜尋結果最底，你會見到相關搜尋，又係一堆關鍵字靈感。第二個工具係 Google Keyword Planner， 呢個係 Google 官方免費工具，可以睇到每個關鍵字嘅搜尋量。用法好簡單，第一步，去 Google Ads 註冊一個免費賬號。第二步，冚工具入面嘅關鍵字規劃工具。第三步，輸入你嘅關鍵字。第四步，睇結果，每月搜尋量幾多，競爭度高定低。重點，揾搜尋量中等、競爭度低嘅字，呢啲先係你最容易排到嘅機會。第3個工具叫 Ubersuggest， 免費版每日可以查3次，夠你用。佢嘅好處係會顯示搜尋量、SEO難度分數，同埋邊啲網站而家排緊呢個字。操作好簡單，打開 Ubersuggest， 輸入關鍵字，揀地區Hong Kong，就會見到完整嘅數據。難度25分以下嘅字，新網站都有機會排到。而家我用香港瑜伽班做例子，即場示範。第一步，用 Google 自動建議揾到瑜伽班推薦，瑜伽班價錢，瑜伽班初學者。第二步，用 Keyword Planner 確認搜尋量。香港瑜伽班每月1600次，瑜伽班推薦每月880次，瑜伽班價錢每月390次。第三步，用 Ubersuggest 睇難度，得22分，容易排到。結論，揀瑜伽班推薦做第一篇文章，搜尋量夠高，難度唔算太大。最後教你一個選擇框架，搜尋量高加難度低，呢啲係最佳選擇，一定要做。搜尋量高加難度高，呢啲係長遠目標，慢慢做。搜尋量低加難度低，可以順手做。搜尋量低加難度高，唔好嘥時間。新手策略，先做搜尋量中等、難度低嘅關鍵字，最容易見效。今日你學識咗用3個免費工具做關鍵字研究。第一， Google 自動建議，免費揾關鍵字靈感。第二， Keyword Planner， 確認搜尋量。第三， Ubersuggest， 睇SEO難度。記住，唔好靠猜，要靠數據。下一條片我會教你點樣寫一篇排名高嘅文章，將今日揾到嘅關鍵字真正用出嚟。記得訂閱排名攻略 HK， 冚埋個鐘仔，我哋下條片見。